响嘞，我来个安尼。影响嘞，我来个安尼啊。我吹落啊，我吹落啊，哇，那只能报警啊！啊你拍谁啊？那这样怎么办呢？你拿棒球棍为什么要拿棒球这棍？只原本就放在这边的，你是要随时你倒，要来看你看我看啊，伫倒。本来看你我家，即摆有你的指纹啊，你举来，本来看你家。你举来。你要怎么处理？我啊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影响你偷的？不是啊，我阮这有影响呢。其实你甲我讲，你咧研究以后要安怎桥，这理由我真正听无啥会落。没有工具，我就在，因为没坐过这种车子啊。啊，无坐过，那你起来讲啊。要我们报警吗？要不要我们报警？要吗？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样我不对啦。啊，要报警吗？我现在问你要不要报警？啊，我也没有钱啊。啊，要不要报警嘛？我问你要不要报警？你没钱那其次，要不要报警？大哥不要了，我不要。你是有啥物问题？你讲的哦。啊，切刀啦。对嘛，切刀嘛。油啊，伤害啊。吃什么？汽油啊？我看这款嘛8块仔尔。无食啦，还是疼啊？海洛因啦，海洛因嘛，用煮的嘛。石油啦，我无食啦。住到位。我住啊大家家。哇！可是我觉得我们不报警会害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进去假变金崩，哎呀，不然你在外面你会卡更多条啦，真的啦。我这样没报警，大哥，不要啦，拜托啦。没有，真的一定要报警。大哥，你们喊吗？我给你打啦。你要打我？我给你打啦。不要报警啊！我们不打我们打没有用，我们不打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要打人，打人是犯法的。只是你来偷东西，你侵入人家的车子，连警察都不敢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警察都不会敲我们车呢。好了，我也没工作，也没有钱。啊啦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可以做这种事。哎呀，讲我想听啦。我们只能报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报警，骹手啊好，不要做。看我们要不要告你而已啦。看我们要不要告你而已啦。只是警察要先来备案了，不然等下用我们的事了。啊，你先听我。无啦，大哥，你报警安尼我嘛去，我进警官切刀，这都无啥，3个月尔，公诉对吧？罪，公诉罪。咁我的代志，但是咱解决所有的一切，警察要创啊。卖回走。我们新人害了你啊，真的啦。报警啊，报警。没事的，走。其实是。你住哪里啊？住大雅族。大雅人哦。我家在无少，阮大雅有住。这个一定先备案。哦，那看你要怎么处理，你跟我们看要怎么处理，讲较济啦。好不好？你可以没事，但是要看你怎么处理。幸好没事呢，啊，现在荧幕那些不见而已，还好啦。哎呀，那个龟板扣你啊，哎，不是叫你赔整台车。我没带工具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你怎么来的？骑摩托车来。摩托车。天桥下那边啊。你走过来这个？就你沿路看哪一台车可以偷？没有了。啊无咧。你莫甲我讲无，即摆倒几台，咱开你全部去甲我开几个。我无用物件，我单手安尼迄，啊这无锁。啊过来，啊过几台？遐我拢无入来过。啊为什么这是无？来到遮多好手震啊！这样可以办。我啊，全部人看到警察先生，我这里有发生疑似窃盗案，因为我们的车子有被打开啊，现在现行犯在我们这里。哎，这里地点哇，中科路桥下，中和路桥下。中科路桥下呢？这里叫西林巷，这里西林巷中科路桥下面。中科物流池。对，中科物流池这里。